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我煲個素湯，赤小豆同埋扁豆咧就可以利水消腫，冬瓜可以清熱解毒，百合潤肺止咳、清心安神，冬菇仔益氣健脾，合桃補腎強腰，潤腸通便，杞子係明目，同埋係滋補肝腎。咁我哋煲咗1小時40分鐘，而家加埋啲杞子落去，煲多20分鐘，但係一共係煲2小時。咁加2片薑就可以溫中散寒。龍眼肉就係養血安神，無花果係健脾潤腸。呢個湯好適合夏天咁悶熱嘅時間煲嚟飲嘅，同時睡眠不佳嘅人士咧更加適合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